苏先生伊是咧庄脚大汉，因为咧庄脚大汉，所以农业是伊的专长啦吼。我即届有机会甲伊太太讲话吼，我才知影讲，这个苏先生苏朝红、张木兰夫妻吼，实在有影无简单吼。这个苏先生伊伫农村长大，他后来是咱中华民国政府派伊去巴拿马做农业技术合作的团长，伊做了足好。最重要往后你就知，那巴拿马政府颁给他2次的勋章 ，OK， 他好的人家不放他走，他在巴拿马23年，就想无简单的事情哦。这个苏先生伊我要9年前中风坐轮椅，我有当咧想讲，我一天嘛坐轮椅，我想讲我可能关伫阮房间顶，内底拢歪出来。这个苏先生，咱中会以前有太极拳、书法啥，伊拢照常参加。搁较感动就是啥？因囡仔是讲，爸爸安尼坐轮椅了吼，迄个态度毋知会无聊，态度毋知会，所以囡仔就甲鼓励讲，你来写册吼。迄当阵电脑无像即马遮尔好，开始用汉语拼字安尼去过，所以这个就是伊这个孙吼，因这个囝孙在教伊安尼。结果苏先生在去年刚刚完成这本书《记忆的碎片》，OK， 所以他出这本书，这个书有这么厚，我看过那本书，我看了以后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讲。苏先生今年88岁。咱家己问家己，我88岁，我有办法做这个代志啊！咱来大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苏先生吼，伊讲伊即马当声嘛是较无好势吼，所以较无方便讲话。我无要紧，我后面甲你讲，较讲唔对，你嘛包涵。这个苏先生是安怎这么突出吼？有当时咱等人讲，那个背后有一个女性，对不对？她的背后是什么？她的背后，她一定这个书来对下讲，那位默默奉献的背后的女性，就是这个太太。这个太太，你该想看在巴拿马哈里布哈，她除了爱处理一切的东西以外，她还帮咱的国家做很好的国民外交，就是一切公关的代志，拢这太太做。先生就我要跑慢往前冲落去。咱知影讲，咱真侪人拢台湾、美国安尼飞来飞去吼。因巴拿马23年了，知影国互政府调去迄个巴拉圭，搁较难去。咱知影伫巴拉圭伊嘛要转台湾，爱偌久你知无？单坐飞轮机24点钟，转3-4届飞机，转的迄个时间加出来，拄2整天。OK。这个苏太太吼，伊是因兜的大汉媳妇，伊一2个月伊还阁转去顾因的迄个死大人吼，所以这位女性，伊走过的那个路是我们永远想不到的，真的是非常艰辛。我最近有机会甲伊讲几家话吼，我感觉讲她更特别的就是讲，伊足会晓知足感恩，这是足重要吼。就讲我就是安尼。我咧想讲，我嘛多安那，我到这里我开始去笑哦。好，所以真的我是想说，很难得啦。最近我时常甲大家讲，唔知你有注意看咱的迄个通讯，我甲咱的名誉会长蓝文龙先生，伊迄个来美国奋斗的东西，我看伫网站，所以我有要求苏先生，假如方便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他的书放，因为即摆出一本书无简单吼，伊的囝、伊的孙，同齐合资来出这个书吼，所以我想讲，咱家己放伫网站上面，那么有兴趣的当去看，会使的，会使哈。好，我们谢谢哈。小太太，你要讲先讲几句话，是你要甲恁奶奶讲几句话话嘛？我虽然讲话不大自然，我还是要讲几句话。我介绍我太太是稀有的人种，稀有的人，稀有了吼，真少了，真好的幸福，真好的母亲，
真好的太太。啊，我最近哦，往往拢会去哪去找着，啊，伊救我几啊遍啊。若无伊甲我救起来哦，我今仔日要当伫遮甲恁讲话，所以伊是24小时拢进驻，袂当出门啦。我伫倒一定爱当，我吞烂爱去藏桥吼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一路上我在驻外的工作蛮复杂的，他帮我做1半以上。我在会议很多时间哦，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不会做饭，那有时候没有瓦斯炉，那我下班回来看他没有饭没有做好，我这个是日本教育的遗嘱啦，大男人所以哦，实在是不应该就该派。如果好，你送我回台北去日本，因为他家里实在是很大，有厨师。我看最后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啊，连这个大使的厨师啊，都请不忍的去问苏团长，看那一菜是怎么样做的。所以他现在是我在外头的民族了。民族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，不但替我建这个家庭，对我的母亲是非常非常的孝顺。那现在因为他的努力啊，我3个小孩子现在都很乖，我们每一个礼拜6都家庭聚会。所以都住在附近。今天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让我讲话，非常谢谢，也祝各位会友健康平安，谢谢你们。苏先生哦，有讲两句话哦，我想咱这底啊吼，可能无人会像伊讲这句话。伊讲啥？有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他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太太，也没有他了，所以他这么讲这句话，我看了足感动，足感动。来，你别老讲，让大家感觉。真歹势，今日我先生一直夸我，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，没有那么像他讲的那么好。谢谢。咱吼，因为伊讲话较无方便，所以我真简单甲你问2个问题吼。苏先生，我即摆嘛甲你问，嘛是恁太太，你着手提这个哦。这个，我想算了，因为伊有一手不方便，伊有一手不方便。来，我甲你问，我只要甲你问两句话吼，就是讲。你感觉这个世界上，你关心啥人？你疼什么人上多？大概不用讲。大概不用讲啊，你家拢戆戆啦，你还是讲戆听啦。你最爱谁？较大声啦，较大声呀！这唔敢讲的人，我爱听，你这是无办法。来，最爱我爱啦，大家加油！你再跟我讲，你最怕谁比你先走一步？最反面不能去理赞我。昨天来无好，有人甲我讲会长你足差，哥仔你感觉我足细心好？我是咧甲你问讲，你上惊啥人比你早一步走？上惊？
嘛免讲，嘛免讲。哦。我如果留下来，我先走的话，他一定会很辛苦。最理想是我们从明天走。哦。